大家好，我係番茄仔，歡迎大家收睇呢一集嘅影片。最近熱爆嘅韓劇，好多人第一時間當然就會諗起 IU 同埋邊有錫主演嘅21世紀大軍夫人啦。呢套劇有靚人靚衫、華麗宮廷感、浪漫愛情線，加上現代君主立憲嘅設定，開播之後無論係收視、話題度、成績都非常之亮眼。呢一套劇絕對係最近最有存在感嘅浪漫韓劇之一。但係同一時間，另外一套完全唔同類型嘅韓劇亦都正喺度慢慢咁樣爆起緊。佢冇靚人靚衫靚背景，但係佢有嘅係一條陰沉嘅鄉村道路，一片令人不安嘅農田，同埋一個30幾年都揮之不去嘅恐懼。呢一套劇就係由朴海秀、李熙俊主演嘅犯罪懸疑劇《稻草人》。呢一套劇開播之前其實已經備受期待，因為其實佢係改編自震驚韓國社會超過30年嘅華城連環殺人案，亦都即係後來確認真兇係李春宰嘅真實案件。呢一單案係韓國近代最惡名遠播嘅未解懸案之一，係1986年至到1991年之間發生多宗女性被殺害嘅案件，長年未能夠偵破，令到當年嘅韓國社會陷入好長時期嘅恐慌之中。直到2019年，警方透過 DNA 技術確認到真兇係李春宰之後，案件先至迎嚟遲到33年嘅真相答案。而呢一套劇之所以佢咁特別，係因為呢一套劇正就係喺華城案正式破案之後，第一部好完整咁樣改編自呢一單案嘅影視作品，所以由拍攝階段開始已經吸引到好多懸疑劇迷嘅關注。喺開播之後，佢嘅口碑更加迅速發酵。喺頭嗰2集，有觀眾已經形容為好似睇緊電影咁樣，好有壓迫感。因為係真實事件改編，所以更加毛骨悚然。佢喺第2集嘅收視升到4.1%，比第一集接近2.5倍嘅增長。以 ENA 呢一類嘅有線頻道規模嚟講，呢一個升幅實屬罕見。而更加吸引人嘅係幕後班底，《稻草人》係由模範計程車嘅導演朴俊宇同埋編劇李智賢再度合作。對於中意韓劇犯罪類型片嘅觀眾嚟講，呢一個組合本身已經係一個質素嘅保證。因為模範計程車最出名嘅就係在於佢將真實社會案件、復仇快感、制度不公同埋高密度嘅犯罪節奏結合得非常之有力。而今次佢哋將呢一個類型轉向更加之陰沉、更加真實、更加接近歷史傷口嘅連環殺人案件，自然令人期待佢哋到底係會點樣處理呢一單韓國社會近年嚟最沉重嘅懸案之一。再加上朴海秀同埋李熙俊兩位演員本身就係好擅長去飾演複雜、壓抑、有心理陰影嘅角色。一個係飾演被貶翻去故鄉，好執着於佢要追查真相嘅刑警姜泰柱，而另外一個就係飾演精明、充滿政治嗅覺嘅檢察官車時英。佢哋兩個唔係普通查案拍檔咁簡單，而係帶住過往嘅舊怨，互相不信任，但係又要被逼一齊去合作去處理呢一單案嘅拍檔。所以呢一套韓劇最吸引人嘅地方，唔係淨係在於真實案件改編咁簡單，佢係集合咗好多個唔同嘅因素。所以呢一條片我就會慢慢同你拆解呢一套韓劇佢吸引人之處到底喺邊一度。呢套劇有3大突破。第一，佢唔係問緊到底邊個係兇手，而係問緊點解全世界都捉錯人呢？一般懸疑劇最吸引觀眾嘅問題係咩？就係講緊到底邊個係兇手。但係《稻草人》呢一套韓劇更加可怕嘅地方係佢將問題升級，變成點解一個錯誤嘅答案可以被警察、檢察官、傳媒、村民甚至成個社會一齊相信咗咁多年呢？呢個係比單純估兇手呢一樣嘢更加刺激，因為普通反轉劇最多話俾你知嘅就係你估錯人啦，其實真正兇手係另一個。但係呢套劇講緊嘅係唔係淨係你估錯，係講緊成個制度點樣出錯，而呢一個錯誤係講緊毀咗一個人、一個家庭，甚至一整個村30幾年。呢一個突破位係非常之有衝擊性，因為觀眾追嘅唔係淨係個兇手嘅身份，而係講緊點解當年會鎖定錯一個嫌疑人，到底係證據不足啊，辦案嘅壓力係權力需要一個交代，定係因為某啲人根本唔想個真相被查出嚟。所以稻草人嘅懸疑感唔係單純講緊呢個反轉，而係講緊要連鎖嘅爆炸。每揭開一層，你會發現錯嘅唔係一個人，而係成個系統。而呢一樣嘢亦都令到觀眾有一個好強烈嘅代入感，因為觀眾一路以嚟自己以為係喺度追查緊真兇，但係睇落去先至發現真正需要審判嘅其實係當年所有急住要相信一個方便答案嘅人。而第二個突破就係講緊兇手唔係再講緊係點樣恐怖，而係講緊其實真相係太遲先至嚟到。好多犯罪劇嘅高潮
當然就係講緊最後個兇手終於被揭穿，佢嘅計劃唔能夠再繼續得逞落去，觀眾等咗10幾集，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但係呢一套韓劇最殘酷嘅地方係講緊，當真相遲到咗30幾年，佢仲係咪真正嘅正義呢？被冤枉嘅人人生已經盡毀，受害者家屬青春已經耗盡，當年查案嘅人罪疚感已經變成生活嘅一部分，成條村已經習慣咗用沉默去生活。所以當真相終於出現嘅時候，佢帶嚟嘅唔係單純嘅救贖，反而似係一把刀，要重新劏開所有人經已結疤嘅傷口。而呢一樣嘢就係呢一套韓劇同埋好多懸疑韓劇嘅最大分別，因為當你慢慢睇落去嘅時候，你會意識到可能有啲答案太遲出現嘅時候，其實已經冇辦法拯救任何人，甚至可能會令到而家繼續生活緊嘅人再次去承受呢一個痛苦。而第三個突破就係佢將農村變成比都市更加恐怖嘅犯罪迷宮。韓劇犯罪片好多時候都好中意拍城市，例如係地鐵、巷仔、天台、地下室，但係呢一套韓劇最有記憶點嘅地方就係佢將恐怖擺翻入去一個睇落去最熟悉、最安靜、最有人情味嘅農村。呢一個亦都就係成套戲最大嘅反差。呢一個設定係要令到，因為我哋覺得城市好恐怖，通常係嚟自陌生人，你唔知道隔離嗰個係邊一個，唔知道黑暗嘅後巷有邊個喺度等緊你。但係呢一套韓劇佢恐怖嘅地方係嚟自熟人，你曾經見過佢，日日都見到，打招呼，你同佢住埋喺同一條村，你以為大家都好熟悉，所以好安全。但係其實就係因為正正大家好熟，先至更加冇人敢講真話，先至更加去好容易會忽略咗其實係有另外一面。而呢一種恐怖其實係比城市更加大嘅壓迫，因為喺城市入面你可以好容易就可以逃走，但係農村入面地方好細，全民會跟住你，眼神會跟住你，即係代表大家平時引以為常嘅一塊田唔再係一個普通嘅風景，而係會變成案發現場。所以呢一套韓劇嘅突破唔係淨係講緊佢題材好真實，而係其實佢改寫咗韓劇犯罪嘅空間。佢唔再話俾你知恐怖淨係存在於黑暗嘅城市，佢想話俾你知最恐怖嘅地方其實就係處於你最熟悉、最安全、最有人情味嘅故鄉。如果要理解稻草人有幾咁特別，可以將佢同幾套經典韓劇嘅懸疑作品攞出嚟比較。第一，Signal嘅懸疑感係嚟自過去同埋現在嘅兩個主角只能夠喺有限時間入面互相通訊，幫助查案，從而改變過去，改變現在。而怪物呢一套韓劇嘅懸疑感係嚟自兩個男主角互相懷疑、猜度真相，一層一層咁樣去剝開。惡之花嘅懸疑感係嚟自身邊最親密嘅人竟然係有一個完全陌生嘅黑暗身份，而 Big Mouse 就更加明顯係靠大量嘅反轉、身份錯置、心理操控去推動劇情。但係稻草人最突出嘅地方就係佢唔再將兇手係邊一個當成唯一嘅賣點。好多懸疑劇引人入勝嘅地方就係大家都想知道到底邊個係真兇，但係稻草人更加似係想反翻轉頭過嚟問，就算你知道真兇係邊個，咁又點？當年被毀掉嘅人生到底仲可唔可以補得翻？制度犯過嘅錯係咪一句真相大白就可以解決？即係話呢一套劇其實佢係轉向一種更加沉重嘅懸疑感，就係講緊到底點解呢件事係可以發生嘅呢？點解成個社會當年曾經一齊去睇漏過呢個真相？所以其實稻草人係一套關於制度、記憶同埋創傷嘅懸疑劇。首先就要講下稻草人呢個劇名先，因為其實呢3個字係全劇最重要嘅隱喻。稻草人本來就係講緊要守護農田，係要用嚟嚇走危險、保護收成。但係呢一套劇入面，佢嘅意義係被完全反轉，原本愛嚟代表保護嘅物件變成令人不安嘅嘢，原本係應該要驅趕危險，反而係變咗危險嘅一部分。最恐怖嘅係稻草人佢唔係一個陌生嘅物件，佢日日企喺田邊，所有人都會見過佢。但係正正就因為太過常見，所以冇人去真正望住佢。真相未必其實藏得好深，其實佢就係企喺你面前，只係你太過習慣，所以你睇唔穿佢。稻草人象徵嘅唔係淨係死亡，而係一種集體嘅盲點。大家習慣咗相信權威，習慣咗接受方便嘅答案，習慣咗懷疑最容易被犧牲嘅人。久而久之，呢一啲習慣就慢慢變成一個更加大嘅稻草人，企喺所有人面前。但係亦都冇人再覺得佢好奇怪，
所以稻草人呢一套劇真正恐怖嘅地方，唔係講緊一個怪物突然之間出現，而係當你發現原來你以為一直保護緊你嘅嘢，其實一直困住你；你以為最熟悉嘅地方，其實一直監視緊你；而你以為最普通嘅日常，可能正正就係令到你睇唔清真相嘅原因。稻草人一開始只會令你產生不安嘅感覺，但其實去到最後，佢係會摧毀你對於日常、對於故鄉、制度同埋人性嘅基本信任。跟住就講下稻草人呢一套劇嘅特別拍攝手法。喺呢套劇入面用嘅闊鏡頭其實唔係代表自由，而係講緊無處可逃。呢套劇入面出現過嘅田野同埋村落，其實唔係講緊拍得靚唔靚，而係用嚟產生一個不安嘅感覺。正常嚟講，寬闊嘅鏡頭係會令人覺得好開揚、自由同埋好空氣流通，但係喺呢一套劇入面，闊嘅鏡頭反而會製造另外一個反差嘅效果。地方係好大，但係人就好細，個視野可以睇得好闊，但係一樣冇人救到你。你可以睇到好遠，但係其實個真相仍然喺你眼前消失。個地方好寧靜，但係一樣冇人聽到你嘅尖叫聲。其實呢一種拍法係好適合連環殺人嘅題材，因為農田本身係一個好開放嘅空間，但係一去到夜晚或者當個角色獨自出現喺畫面入面嘅時候，觀眾就會自動感覺到一種孤立嘅感覺。佢唔係講緊密室嘅嗰種恐怖，而係空曠感嘅恐怖，因為佢唔係講緊你被困喺一個房間入面，而係講緊你明明身處喺一個好大嘅地方，但係仍然逃脫唔到。而呢一套劇嘅另外一個特別拍攝手法就係你會見到鏡頭運用嘅色調比較灰暗，因為其實故事入面嘅正義本身就唔係咁容易黑白分明，有錯誤嘅調查，有權力嘅壓迫，有集體嘅沉默，亦都有遲嚟嘅真相。所以畫面嘅灰其實唔係淨係講緊美術風格，而係佢代表嘅世界觀，令到你感覺到呢一個地方其實已經被污染咗好耐。而呢一種灰暗嘅影像亦都避免將暴力拍得太過刺激、太過娛樂化，唔係想你去享受呢一個過程，而係想你感受到呢件案背後帶嚟嘅重量。所以稻草人真正可怕嘅地方唔係講緊個兇手有幾咁聰明，而係佢令到你感覺到真正嘅恐怖係呢個怪物曾經可以喺光天化日之下存在，但係成個時代都冇能力去揾佢出嚟。去到最後，你覺得到底稻草人呢一套韓劇最成功嘅地方係案件反轉、人物嘅演技，定係其實係佢對時代同埋制度嘅描寫呢？歡迎大家留言講下你哋嘅睇法。呢一套韓劇仲有2集就大結局啦，希望佢嘅收視能夠繼續上升。我哋下條片再見。